抑鬱症停藥並唔等於治療結束，對於部分患者而言，停藥只係階段性嘅勝利，真正嘅挑戰預防復發先啱啱開始。經歷過抑鬱嘅人都知道，復發就好似瞓唔甩嘅影子一樣，如影隨形。可能喺呢個萬物復甦嘅春天悄然復發，亦都可能係俾個猝不及防嘅刺激，重新拖回黑暗嘅深淵。所以做好預防復發同埋治療抑鬱係同等重要嘅。咁點樣可以預防復發呢？第一，跑步。跑步係抑鬱嘅黑星。近期國外有研究證實，跑步嘅作用喺某啲方面甚至超越咗抗抑鬱藥。建議大家每週抽出3日時間，每次唔少於30分鐘嘅時間進行快走或者慢跑，對改善抑鬱同埋預防復發有好大幫助。第二，補充營養好關鍵，可以適當補充一啲情緒魚油，佢嘅 Omega-3 含量高達97%，係臨床指南推薦嘅 EPA 比 DHA 大於2:1嘅配比，仲添加咗人體必須嘅多種維生素同礦物質。每日食1到2克，連續4週，可以呵護情緒健康，亦都可以幫助降低抑鬱症嘅復發機率。第三，學會應對負性事件嘅刺激，生活中嘅人際衝突、親人嘅離世等，都係抑鬱症加重同復發嘅頭號殺手。一旦處理唔好，又要從頭再嚟嘅時候，要學識換個角度去睇待問題，將點解呢種事會發生喺我身上換成呢件事究竟教會我學識咩嘢？一啲睇嚟唔係太好嘅事情，其實喺度幫你止損，認清人，睇清事，令你變得更強大。第四，唔好自己孭，將內心嘅委屈、不滿同好友傾訴出嚟，佢哋嘅理解會令你感到被認可。第五，正念冥想。正念冥想係一種精神鍛煉嘅方法，佢並唔係單一嘅打坐同埋專注呼吸，而係隨時隨地嘅專注，食飯、行路都可以進行，可以幫到我哋控制專注力、減輕壓力、緩解焦慮、提高整體嘅幸福感。最後，嘗試做一啲事情去轉移注意力，令到自己喺消極情緒入邊解脫出嚟，抑鬱就可能會離我哋越嚟越遠。你記住啦嘛？